觀眾好，先說馬後炮。沙田日賽平淡中見不平淡，至少有兩件事值得回味。榜末練馬師葉楚航及鄭俊偉都有馬贏，葉楚航更脫離收信門檻，電子練馬師王深入囊中。而鄭俊偉係只差2場就畢業。跟進馬有第2場1、2名不利練馬及馬池燈，3場2、3名巴閉佬及天喜運。第5班邊緣馬沒有保留，爭取成績避免淘汰係最優先嘅。5場跑第3嘅深紅紅速程千葉跑入位置，睇下次練馬師安排應該有心爭勝。6場第2隻文明福星應該係丁冠豪近期爭分分子，轉倉後連續有表現，不及早利用更待何時。8場頭馬撳住贏，一出即勝馬羅富全另一黃牌，勝利應該陸續有來。手機標記係輸在外檔及場地，下次不能低估。9場進馬之曲傷後復出表現不差，下次可以留意。第11場明星馬喜慶寶輸在騎師及排檔，班德禮不應太早催逼在騎上前而消耗，可以像初出排14檔時守在中間外碟，入直路追漲才是正確策略。近期跑馬地夜馬3甲表現尷尬嘅練馬師，依次係大衛希斯、羅富全及沈集成，但都只係剛過3成。騎師3甲成功率次序潘頓、鍾易禮及布文，分別50%、26%、22%。其他統計也包括方扣嘅莫雷拉喺跑馬地1000米及1650米嘅勝率都有2成。布文喺1650米及1800米勝率高於2成。周俊樂及艾兆禮喺1650米嘅勝率都可以有2成，而黃寶妮與古董尼合作嘅勝率及3甲率都為4成。說回夜賽9場沙田賽事，路程包括1200、1650米及1800米，班次有2至5班。初步先看練馬師王形勢，方嘉柏再度成為大熱，不過都有 3.25 倍，次熱大衛希斯5倍，第3熱門無貴傑6倍，第4、5熱門係沈集成同呂健威分別都係8及 8.5 倍，其餘都有10倍或以上。方嘉柏出馬8匹，有大專氣象、福進及棒棒堂，不過係可勝不穩。大衛希斯也有5、6成。對墨谷太陽勇士等半熱門身子，無偉傑雖然只有博愛先鋒低於7倍，但近期表現好，需要留意。沈集成有浪漫鬥士低於2倍，另外關鍵所在路有專長，直播度高。呂健威有林佑生、競進區、競速威龍等實力馬，練馬師和不是沒有機會。半冷馬房可選告東尼及文家良。告東尼有奔放及炮竹上名率高，文家良近期有成績要留意其冷馬。騎師王潘頓開飛2倍，出7場，直播率低。莫雷1號就已不適應香港，我揀田泰安及班德禮分別有8.5及8倍更有回報，近期田泰安應該可以信任。精選場次4場4班1650米，買2隻猛3歲馬。10號滿立成及3號睿智多寶都係有點名嘅跟進馬，今場多匹放頭馬3重彩，配大千氣象及戰寶。再介紹第7場4班1200米12號勝在當下，田泰安選騎上次險輸，今次可以再來。另外10號良區好友何澤堯再騎上次贏馬同情及副榜有利爭勝。9號福進真情，而且再配莫雷拉，取勝機會增加。最後參考預期嘅練馬師王係呂健威及方嘉柏，騎師王係班德禮及田泰安。精選第4場10號滿樂成及3號睿智多寶同樣贏位兼談，也開作3重彩或4重彩雙膽。7場12號勝在當下及10號良區好友連贏位置 Q 兼談。